杭州西湖有一处景观叫三潭印月，远远望去，绿树依依，繁花似锦。绿荫中隐约露出亭台楼阁，像人间仙境一样。相传是宋代大诗人大文豪苏东坡在杭州当地方官的时候，他所建造。当时他发动群众深挖西湖，把它蓄更多的水来抗旱，灌溉田地。湖里挖出的泥堆成了长堤和一个小岛。后来人们在湖水最深的地方立了3个石塔作为深水记号，这就是现在的苏堤和三潭印月。每年的中秋节晚上，月亮最亮的时候，正好照在湖的中心。这时候在3个石塔里点起明亮的灯火，再把每个石塔的每一个小洞蒙上透明的白纸，这样灯光倒映在湖水里，不就像一个个圆圆的月亮吗？每个石塔有5个小圆洞，3个石塔就有15个这样的月亮，加上天上的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的这个月亮，那清澈的湖水里就有了16个月亮。
这平的你就看不到了呀。曲径通幽处。好，快吧，走，快走。是这一面吧？陈同学让你变。我带了。白的。多拿了这些。完了。